若无去追求别人讲好，我著别人讲好，我较会感觉家己做即个代志较有价值。我若无即种想法，我感觉即摆心情是变较自由。就譬如讲，用台语去讲我的日记嘛，嘛是一开始我嘛无期待啦，无期待讲有人会去看，看嘛真歹势。但是想讲，若放伫网络较有较有动力，较有兴趣啦，较有要安怎讲？若是放伫家己的电脑内底，甲放伫网络，有可能有人会去看着，还是安怎？其实对我来讲嘛是有一寡鼓励，若是放网络，我是感觉有甲我鼓励，我会较拍拼去录，录我的台语安尼。安尼，互我即段时间就是用台语去思考嘛，知影讲家己台语的缺点是啥物，嘛是互家己会使练习讲台语，毋免讲看别人的时间啊，看话题啊，其实拢毋免啊，就安尼录，就一直讲啊。进前伫底卡写我的日记的时阵啊，迄个时阵就是有来去看，若是有人甲我反对啊，我嘛是就会开始想讲要安怎我安怎写，我安尼写别人会安怎，无够自由。那我想讲写小说嘛是共款，若是我期待讲别人的反应，其实迄个心就无自由啊。虽然讲有成就感嘛，但是这成就感，嘿啦，就是为着即种希望讲家己伫别人的心目中有重量有即种感觉。但是这到底有重要无重要？我感觉是愈来愈无重要。进前我伫工会时阵嘛定定想讲，我若讲伫同事、伫主管心目中会感觉讲需要我，所以讲我想讲要做甲诚好。若是讲我有啥物所在做歹去，还是讲无遐拍拼，我就是会惊吓，就会想讲安尼我无法度，我会扣分啊，我的分数一直减。就是我会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伫别人的心目中的分数，我就在意即个分数。但是其实这我是感觉即马想的，这实在是无价值安尼做啦。若是讲做真侪代志是家己互家己拍分数，安尼真正是感觉是真正好。因为你嘛毋免讲，这个人无看到我的拍拼，若家己拢毋知影家己有偌拍拼，这所以家己拍家己的分数，其实是是安怎讲呢？是上有迄种感觉，只是讲以早咱拢袂记即种感觉，像阮同事啊，伊进前有讲讲做啥物代志，就是看家己有进步无。咱毋免管别人安怎想嘛，毋免管是成功抑是失败。我是无法度，迄时阵我是无法度理解。我想讲，咱若无成功，咱搁也着做。若做甲无好，嘛毋免做啊。所以讲，大家找家己较专长的物件，希望啥物代志
就是希望成功。但是成功即个代志，真正诚歹讲。我若讲写小说，若爱成功，当然就是诚侪人喜意啊，诚侪人去分享啊，诚侪人讨论嘛。但是小说即个小说，其实即摆人都无啥物人要看，逐个拢看电影，看连续剧。即摆迄个拢诚好呢，真正诶。所以讲，其实做啥物代志，嘛是爱看讲伊对我家己诶意义伫倒位，安尼上准啊。我若期待别人，别人其实拄仔好。我若做诶代志是逐个拢做有兴趣诶，譬如讲趁钱啊，安怎趁钱啊？别人拢趁无钱，我著特别会趁钱啊！这著我著毋免烦恼，著会做侪人都家己找来啊。啊无著是讲做明星啊，爱安怎较会红啊？我著有法度。啊，当然讲，即代志是逐个拢追求诶。虽然讲是安尼想啦，毋过我想讲，第一成功路上诶人成功路行伫成功路诶人，其实嘛应该有我看袂着诶一寡压力，阁有一寡嘿啊，嘛是有一寡我想袂到诶代志。嘿，我迄早就是一直甲人形容，形容阮同事讲，做组长啊，即摆阁跳跳上司介意啊，安怎，我拢看着别人好诶一面，我无够诶一面。即摆就开始有学讲爱安怎做家己啊，有这方面有进步。